套刀学台语甲身躯的动作相关的课录至第6集336条。我的咽喉卡着一支鱼刺，就是我的喉咙卡着一根鱼刺下面有4字通选，第1字读做鸡，牙鸡的鸡啦第2读做鸡，第3字读做鸡虾仔鸡的鸡，第4字读做颈颈337条。我下昼啉水去砸到，就是我下午喝水的时候太快所以就被呛到了咱下面有4字通选，这字读做脏，肮脏的脏就是肮脏第2读做砸，就砸到呛到第3刺，还是这应该是读做刺啦刺第4读做呛呛。338条，酒小可吸一喙就好，酒小吸一喙就好，莫啉伤济就是酒稍微吐一口就好了，别喝太多咱下面有4字通选，第1字读做湿就是湿啦90的白天读做湿，第2字读做湿，第3字读做急，第4读做急339条。伊骹头痛风的时大声惨就是他膝盖痛风的时候大声呻吟然后下面有4字通选，第1字这字读做嗨第2读做惨，第3字读做哀，第4字读做叫340条。头刺落去认罪，就是头低垂下去认罪，形容头低垂认罪的样子下面有4字通选，咱第1字这字读做饲电铃的饲还是字，第2字读做刺刺，第3字读做重甲重，第4字读做高高的高啦好，感谢各位收听。